大家好，今日呢，我就要介紹呢隻新嘅彈珠人，佢就叫雙霸黑龍。咁就有啲人誤會我就叫做鎏金黑龍，咁真正嘅名就叫雙霸黑龍。咁我就喺奇趣天地度買嘅，就115蚊。咁就佢同以前用開嗰個人一樣，都叫黑森巴拿。咁就同以前一樣，又係可以射2粒彈珠。咁今次佢又多咗幾樣嘢，就唔算多，同之前一樣，又係可以擺粒彈珠去，但係呢個方便好多，因為呢度咧就係擺喺度，一拍嘅就得啦。咁先，你揸隻手咁就拍到啦，所以就好方便。咁以前嗰個咧拎極都拎唔到，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幾好用嘅。咁就多 ES 系統啦，係呢個最新嘅彈珠人嗰代最新先有 ES 系統用嘅。咁就呢個介紹，會教你點樣改裝啦。咁同佢連射就係7嘅，咁操控就係5，力量就5，操控就3。咁可能調轉咗2個，咁而家就會做啲好特殊嘅特訓，咁就測試佢力量測試，咁就而家試下。咁今次等陣先啊，好快。咁而家就要嘅目標咧，就係由呢度射到呢3粒 Coco 送嗰啲嗰個對戰場。咁就而家就會試下，咁唔知直睇唔睇到，咁應該睇得到。咁而家就會開始試下連射。咁我就會用晒3種形式，咁就用普通形態先。咁就冧咗一個啦，咁就睇下第2個形態。咁就轉咗形態睇下點先。咁呢次又唔冧嘅，咁我就會射多次，直到佢冧為止。咁就冧咗，咁就擺遠啲啊，就擺喺度。試下用 ES 系統嗰度。咁就而家開始試下。咁今次就唔冧嘅，咁就會再射多一次，但不過就好大力嘅都。咁今次就射冧咗，咁就睇下有得撳嗰啲，咁就知呢個模式係最勁，因為呢個模式咧就 ES 系統用嘅。咁就係將隻手電擺喺度，2隻手電。等陣試下先。咁呢個就係 ES 系統用嘅模式。咁今日嘅介紹就完畢。咁希望大家 like 我呢條片，同 support 我。咁我下次就會教有時音速爆。咁我哋